20分钟学会晓读写台语文，阿欣制作。对大多数会晓台语的朋友来讲，台文是较生分的物件。自细汉以台语为母语，或者是第一语言，是真自然的。语言上称这叫做 first language acquisition， 意思是一种伫族群内底自然会当得到的语言能力。但是读甲写就毋是自然的代志，是需要学习的。要记录英语，爱用英文。要记录台语，就要写台文，这应该无需要加解说。但是现今也是真侪人认为台语会晓讲就好，毋免学写，这是真可笑的错误认知。徛伫教育的立场，有文理斗相共的语言教学会有较好的效果。创作台语文学，自然嘛着爱文理才有可能。若讲到台语的文理化，一定有足侪人会问：台语敢是汉语的一种？若是安尼，拢用汉字来写敢毋好？我知影大家长久受中文教育，惯使用汉字，对伊有亲切感。但是文字要为语言服务，虽然全世界并无一种文字会使100%直接反映语音，但是愈新建立的文字系统，对文字甲语音之间的关系愈直接密切，或者讲较正确。正确的记录台语，对语言保存、教育甲着传播相当有利。罗马字的记音效果明显强过汉字。所以，真侪台语文研究者、甲创作者，甚至建议台文全面使用罗马字。对古早时使用汉字的越南、韩国等国家全面使用拼写化的文字的经验来看，这是真值得期待的未来。要写台语文，有人用汉字，嘛有人用罗马字，各有人难利用。对拄开始学的人，我建议难利用，因为安尼较容易接受。虽然直接用罗马字，其实也阁较简单。汉罗难用的原则是：第一，发音较袂定当的，就用汉字；其他的所在用罗马字。第二，若拄着外来语，尽量用原文。安尼当时通使用罗马字呢？简单讲，只要发音无确定的，就用罗马字。举例来说明，你想要写大人，但是你用汉字大人两字，别人可能会读做大人。另外，无也是无，若用同一个汉字。别人嘛无法度读出你要滴的音，咪、袂、讲、有、拢是同款的情形。另外，一寡外来语，像作家芥川龙之介，你会当用汉字来写，读芥川龙之介，嘛会当直接用伊的罗马字阿库达加瓦竜诺斯基，安尼来写出来，全世界拢听有。甲日本人讲嘛是同款伊的名，村上春秋、穆拉卡米、哈鲁基嘛是同款。法国人 Debussy， 你读做 Debussy， 嘛同款。华盛顿、奥巴马、意大利啊，这外来语拢会当使用罗马字。那呢，咱就开始来学罗马字。同款，咱用26个字母，但是伫台语内底无用遮多。基本上，台语内底母音上基础的有啊、a、e、o、o、u、o 甲 oo 两个音，敢若写一个时阵。伊是好，也是讲海底的蚵仔，这个音，高雄人会甲一个 O 读做蚵，两个 O 合做伙，伊是较大的 O， 天乌乌的 O， 田里的蚵仔。咱搁读一摆 ，A A E O O U， 可能大家会想 A A E O U， 英语是读 A E I O U， 其实全世界大多数的语言，这几个音拢读。R A E O U， 所以咱的读法是甲世界大部分的语言同款的。转音拢会当斗一个片音，写两字 N， 一个 R 加一个两个 NN， 就读做 R。譬如讲下过固定的下 A 加两个 N， 就是 A。红颜的 A， 青色的青，内底拢是用 A。另外 E N N 读做 E， 譬如讲变烟，红烟啊。U 加两个 N 是 U， 譬如讲姜母的姜，O 群的 O， 爱注意，其实咱真正发音是较接近两个 O， 但是呢，因为这是固定用法，所以咱就写一个 O 就好啊。另外，台语内底有入声，一个字后壁母音后壁，甲一个 P， 意思就是甲这个头一半摆发出来，喙合起来，譬如讲合 ，T 结束的字合。K 结束的字，国，还是 H 结束的字，爸。
有两个鼻音会当单独做韵母，伊是甲以ng 来讲，加一个声调，咱可以当写做还是讲门，袂远的若是么呢？这个音，咱有的当然这晓定的还是讲毋是的拢是一个么就会使啊，加一个 m 就会使啊。说落来，咱来看一寡较特别的母音的组合的写法，伊的变化甲腔口。咱大先看到 o r u r 这组，其实这两种写法读出来拢是哇，但是呢 o r 是较早教会白话字，也就是让大家讲教会罗马字的一个写法。现教育部的大陆拼音呢，伊是写做 u r 同款 r o 甲 r u。伊的发音拢是凹，但是 r o 是较早的写法 ，r u 是即摆的写法。o 也是 o 面顶一点，这读做 o， 天乌乌的 o， 这是时代无共造成的变化吼。另外呢，这组 e r n 读做烟，这是因为 e 甲 n 的发音拢是咱喙的头前，伊会甲发音较后壁的 r 扭做前变做 a， 所以读出来 e r n 读做烟。e r d 读做 yet， 但是有人感觉安尼最奇怪，所以佢开始读做 e a n， 但是 e a d 读做 yet 哈。基本上这是英文学的问题哈。这两种拢会使，但是大多数即摆第二届哈，普遍的写法是 e r n 甲 e r d。过来 e n g 哈，嗰个 a n g， 这个念法拢是英，伊毋是读做英甲 n， 基本上。这是定底的问题哈，这是一个，因为英文学上，这个 ng 合起来音是伊发音位伫较后壁，所以甲这个 e 呢，要发音的过程中间到一个是这个 e 甲中间变做英，所以有人感觉爱写 a n g 哈，其实 e n g a n g 拢会使，南部有人写 a n g， 但是大陆呢写 e n g 就是。ing 哈，同款叶情形甲 eng 同款，过来样甲样，这是腔口无共。譬如讲，台南人来讲班长正像，但是班长工厂这是腔口的问题。用罗马字拢写会出来，你要用汉字写呢，你分不出伊的腔口哈。过来，像洛港人伊有一个甲的音，譬如讲好会当写做 har 好，过来你写一个 der 变哈。简单讲，英语的 er 读做ir 读做好。说落来，咱来看罗马字内底的主音，也就是所有的声母哈。但先爱提醒大家，就是讲，这三组 g k g， 伊的写法是一个 k， 一个 kh， 一个 g。同款的道理 ，b p b 三字嘛是无同款的读音哈。的甲 t 拢差一个 h， 可以当甲本来 g b d 读做 k p t， 但是录音的牛这个 g 也是讲大蒙母的 b bu b 这种的绝对袂当甲写一个 b， 也写一个 g 来代替，因为因是录音的这组。录音的，咱台语无咧用，大家要注意 ，KPT 这是英语的读法，其实全世界大部分对伊的发音拢是 g b d， 英语其实你读做 g b d 也是 k b d 是无差别的，但是咱知影，咱台语内底 g b d g b 这三个物件，一个是清音送开，一个录音，这三组是无共款的，这大先该提醒大家注意哈。所以咱看。咱用的主音咱用个 b， 甲这个字，甲这个 g、h、g、g、l、m、n、b、s、d。若是咧送开的时阵呢，就加一个 h， 所以咱用 c h h 变做次，还是气 p、k、t。这个 c h h 呢？这是较早的用的教会罗马字的写法，白话字的写法。嘛有人会写做 tsh， 读做次。简单讲，面顶的 ch 呢，
当然个人写做 TS 咯，这意思是共款的。原则上因的差别并无大啦，大家惯势就好。你当经历家己爱用的迄套，我会建议是 CH 啦，但是目前台湾罗马尼教育部的是 TS 甲 TSA。说落来，咱来看咱台语的内底会调。古早的讲法呢，是讲有八音，滚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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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第六甲第二声，被认为共款，其实伊有一寡写文上的一个变化，有诶所在并毋是安尼啦，但是呢，咱即摆大部分的台湾人咧讲的调呢，伊目前是敢若使用着7个调。咱来看觅啊，第一声是悬悬边边啊，所以咱写做啊，毋免写任何符号。过来啊，为悬的所在降落来，所以咱甲写做啊。过来啊，加有人认为是加边声其实就咱有降加啊，有降落来的感觉所以伊甲写做啊面顶撇一片为倒即边面顶撇到遮即边下骹啊呢是一个短的一个粒声啊，所有的粒声呢，到尾啊拢爱甲然后内底就要做一个动开，这个动作爱做出来第五声浮起来啊，咱甲啊面顶写做第一顶无过来啊中边声中边边的声，咱甲写做面顶的啊面顶写一顺比如讲下巴迄下巴迄个就第八声，伊是一个短短的悬声OK， 所以咱看到即几个声我甲读一摆，大家看觅大南部伊会读做中部会读我认为讲要一个罗马字，要一个台文的写作会当统一大家会当看有别人写的物件，其实咱可能用一较大家较普遍听到的腔口来写作会较方便。若是咱用一个表来看咱能看到讲较早的确是甲分做8调音有甲用两个系列呢，其中各有平上起日4个调，所以总共加起来是8个调。但是咱即摆台湾一般呢，第6个调是读做甲第2个调同款我感觉这若是要做研究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要使用咱就甲当做同款就好来比如讲这读出来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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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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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河把比高高唱落煎叉钱毒滚叉丁色衫底裤看滚水地理这是用会当帮助大家了解这调伊定落来是啥物是安怎读过来咱来看罗马字的写法虽然有变调的影响，但是呢你若要写的时阵也是写本调。譬如讲你听到故事2字你袂当写做上正手边的清晰的这个故事上好是分开一字一字甲写出来故搁一字事故第三声的故加上事第七声的事故事合起来安尼读，分开读的时阵是故事大多数人即摆是认为讲上好是莫写直接写本调，写做这清晰的这个故加事，上好也是写故加一个事哩咱汉罗咧南用的是基本上毋免甲切开你也完全要用罗马字的是音节之间要用 hyphen 一个短一顺甲连起来。大家看我讲起来，这两个音我读做加轻声轻声你个用两个hyphen 甲表示，这个 hyphen 头前的字爱读本调，所以连起来安尼这个读法就是讲连加读做本调连第5声的连第5声这个起来起来就读做轻声。所以轻声这两顺呢有一个暗示的作用，表示讲刷落来音读做轻声其实轻声也有更加复杂的问题但是咱先知影这个基本的道理就好安尼咱就开始来练习好，刷落来咱来看下骹这两个表。倒边的呢，这个表呢基本上做汉字是大家拢接受到惯的但是正手边这虽然拢是教育部规定来的，但是正手边做其实有的字有2种以上的读音，有的字都歹读的，所以其实我建议讲正手边这栏的
会当用伊诶罗马字就好啊。来，咱先来斗阵读一摆吼。我会先甲本条读一摆，再来读变调，请大家对我斗阵来吼，开始。食饭，食饭，好势，好势，后生，后生，若无人讲后生，院长，院长，变院诶院长，也是行政院诶院长，千万毋通读做院长吼。过来，网路，网路，毋是网路，网路是网仔咧飞诶路。过来，应钉，应钉，调集，调集，和神，和神，正手边有效，有效，加论顺，加论顺，必顺，必顺，干那，干那，也是有人讲干那，缘投，缘投，好加在，好加在，晓拜，晓拜，冇人讲遐拜，囡仔囝，囡仔囝，搞死囡仔囝，人讲完。当然，像罗家有人讲囝吼，囡仔囝，也是讲迄因后生因囝吼。你个免，你若要写罗岗腔，你个会当写g a n n 对二声囝个出来吼。好，刷落来咱来读长个吼。来，大家看到倒手边面顶天要落，这是所谓的汉字，但是咧，对你看天，读做天嘛有可能啊，即个华语讲雨，即个要读做尾，其实是一种叫做混读训读的方法。落甲落甲落用共字，其实即嘛有问题。雨甲雨共款，一个文言音，一个白话音。讲牙字头，即个牙，足侪人袂晓捌看过吼。倒手边做汉字，你要甲写较顺呢，你当写做啥物？写手边确定读音，天乌乌，要落雨，讲牙字头。要骨乌，或者是全部甲写做白话字。大家即摆目睭看到白话字吼，下骹即个图片，即个较大片诶遮吼，一片吼，天乌乌乌乌两字会全变调过乌乌，要落雨变落雨，公嘛会使吼，牙低头变做低头，要骨乌，要骨乌 ，OK， 刷落来，咱来读一篇较长诶吼，这是基督教诶圣经旧约创世纪 Genesis 第1章，源起头，上帝创造天甲地，这个甲甲阿伯这个吼，其实即摆大多数诶台湾人拢讲甲，你甲我，我甲伊，即个甲。你若要写甲，你当写甲 RH 吼，搭做就是甲。但是写甲阿伯呢，这其实是即摆已经有人固定安尼使用吼，只是讲咱口语音内底安尼使用。刷落来，地是空空混沌，深渊的面上黑暗。上帝神运动伫水面，上帝讲：着有光就有光。上帝看光是好，上帝将光暗分开，上帝叫迄个光做日，叫暗做暝。有下昏，有早起，是头一日。上尾，咱要来斗阵读一篇散文。这篇散文呢，是名作家陈明仁先生所写的专业行话猪肉店。伊当作是发表伫台湾网报面顶，伫遐作品本身是汉罗南用。伊诶罗马字用诶是教会罗马字，所以全部转做教会罗马字白话字，互大家看卖啊。其实伊甲所谓诶大陆罗马字吼，大陆台湾罗马字教育部诶，伊甲差几字仔尔吼，譬如讲 CH 甲 TS 诶差别，
一方面诶，两个乌甲一个乌边一点诶一个写法无共款，剩诶其实拢差不多咱即摆会当看卖啊，请逐个呢会当对我斗阵念出来来，咱即摆开始。专业行话猪肉店阿仁，有一个卖猪肉诶，因兜几代拢是做肉店诶。伊拄对因老爸学做生意诶时阵，老爸就教伊可能免用尺仔甲磅仔迄款诶家私，会得站十猪肉偌重诶法度。古早时代，尺仔甲磅仔拢还真罕物，无一把功夫袂当诚做肉番仔。随望时代无共啊，即个番仔也是惯势无用尺仔，要剁一斤猪肉，就是准准一斤，一两都袂互走进去。有一摆，一个人客讲要拍金盘诶三层，伊共款用刀撩一块，无称就互伊。过无偌久，人客倒转来。庆芬讲，伊转去阁帮过，迄块三层才斤6尔，足足减2两。肉店诶连头壳都无举起来，煞喙就应讲：恁兜诶磅仔爱紧去用修理啊！好，20分钟到啊，即马你嘛会当家己试读试写咯，希望大家呢会当早日学起来哦。好，拜拜。